中國開直做嗰啲6點半，但我再等低啲車，7點人工，9點半喎話90人，係啊，8點鐘開始，咁我8點半上，咁我搭地鐵啊，地鐵就幫我攞煲㗎，啊啲咩人去啊？可以先嚟去但濕雞都可以去濕啊，係啊，我幾多人啊？打啲人唔係嚇邊個中意嘅分打嘅？係幾同波嘅 Andy 哥點搞啊？應該人北落去，應該唔得啦。而家要得6個，如果唔係Andy放咗佢，全部都留翻我自己。喂 Andy 啊，禮拜6啦，你約轉頭先。因為佢過咗佢個程序又幫我程序咁講，過咗程序 Andy 有窩領啊咁又需要唔好上場啊，2次啊，一次冇事，第2次有電話嚟。好耐冇3年係啊，埋晒口㗎啦。因為1個月之內，我真係嗰日出唔到場，你唔記得咗？唔得嘅。咁又執雞，嗱你睇過嗰日爆晒場嘅，爆晒場就有得睇得㗎嘛，唔爆場就執啦，係咪先？Andy，我同佢出嚟。